破妖符，如梦境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五常必足，行不及蛇。家家一代，飞不如鸟。马有千里之庭，无人不能自往。人有灵魂之志，飞运不能停达。文章解释，孔子上困有顶邦，武力超群，太公随调无为水。道之年长，不是善良之辈；颜回明短，是非凶恶之徒。尧舜至圣，却生不孝之子。古色冤崖，反省大圣之理。周梁原是布衣，萧何称为贤吏。暗主心无五策，方为治国首相。孔明饥饿草庐，连续蜀汉军师。韩信无搏家之力，方为汉朝大将。方栋有安邦之志，倒落半关无方。李广有射虎之威，将心不敌。楚王虽雄，难免乌江自刎。汉王虽弱，却有河山万里。远服经纶，别法不敌。才疏学浅，少年登科。有先父而后贫，有先贫而后富。高粱迷牛，占亲于乌鸦之间。君主失时，将守于小人之下。天不得时，日月无光；地不得时，草木不长；水不得时，风浪不平；人不得时，利运不通。适时啊，无在洛阳；日头争艳，夜宿寒窑。布衣不能遮其体，淡竹不能充其机。上人精，下人严，该言无之见也。有啊，非我见也，乃时也运也命也。有及第登科，官至极品，位列三公。有达不了之中，有斩鄙人之剑。出席壮士一边，入籍家人奉媒。事医则有临罗饮断，事实则有山珍海味。上人宠，下人养，人皆仰慕。言无之贵也。有言非我贵也，乃时也运也命也。盖人生在世，富贵不可方，贫贱不可欺。此乃天地循环，将离后世者也。